的兄姐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永光教会，一起来朝见神。交谊厅的兄姐们可以往礼拜堂里面坐，后面的兄姐们、小组长们请往前坐。提醒大家，礼拜堂内无法饮食，请勿吃喝饮食。好，那我们礼拜就要开始了，欢迎我们用诚心实意的来敬拜神。谢谢大家的配合。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呀！昨天还是阴雨的天气，然而今天在主所命定的日子里面，神赐给了我们最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可以一路平顺的来到圣殿，一起来敬拜赞美他。阿门吗？阿门。这个时候，我们也欢迎我们在线上参与直播敬拜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你在何处，不论你在台湾，在国外，当你透过连线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时候，圣灵也与你同在。阿门。上个礼拜呢是复活节主日，我们也一起来到圣殿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而且来一同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然而主复活的能力只有停留在上个礼拜吗？还是我们要等到明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再一次的复活更新？我们相信都不是的，因为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是无时无刻的。圣经上说，我们当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领受神的无比的怜悯与恩典，成为我们每时刻的帮助。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阿门。所以每当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遭遇到挑战，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甚至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知道是我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主说，他来不是为了义人，乃是为了罪人。主耶稣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罪而来到世上，所以当我们在指责别人为罪人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知道，主耶稣是与我们指责的人在一起。当我们指责对方为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与他在一起。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自认为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表明我们不需要主耶稣基督。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谦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承认我们的罪，真心向主悔改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阿门。所以当我们遇到软弱、遇到挑战，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我们谦卑来到他的面前，他复活的能力也在即时刻与我们同在。阿们吗？阿门。这就是主要拯救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翻转，得到更新。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复活节，因为主复活的能力时刻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所以当我们与主耶稣连结的时候，神就将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阿们。让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不论是处高处，不
不论是处低处，我们都有无比的平安，有神的智慧，有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都做了最好的选择，我们回到圣殿来，一同赞美我们的神。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来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存着悔改的心，也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们一起开口来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求你这个时刻就进到我的心中。这个时候进到我的心中。阿们，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无比的救恩，你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过。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然而主你仍然拣选我们，这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好行为，不是出于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乃是主你白白的恩典施舍给我们。就是因为这样，这恩典才是无比的可贵。主啊，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必使用我们，主你就必恩膏我们，主你就必兴起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将宣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就在这个时刻，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就在这个时刻，神的复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谦卑聆听，跟随那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哈利路亚！耶稣是我们的主，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成了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
他自己，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进。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进。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进，勇敢前去，耶！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不再迟疑，耶！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进。Come on, let's go！ 你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自己，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自己，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掌声归以前赞美给我们的神。就是这个时刻，我们要诚心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值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们的赞美充满这神的殿，愿我们的赞美充满我们的每时每刻，因为主的能力就在我们的赞美当中，要来彰显。哈利路亚！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重耶稣，让我们献上祈求，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个神传千里。哈利路亚！让我们赞美的歌声传遍千里，从高山到低谷。哈利路亚！愿主真光照亮黑暗，让我们举行敬拜。愿主荣耀充满全地，让我们同声宣扬，从高山上
举起我们的手，让我们来宣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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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赞美的歌声传遍千里，从高山直到山谷，都充满我们赞美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无时不刻不在我们的身边，他无时不刻不保守着我们。愿我们都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用生命成为馨香火祭，排列在主宝座的面前。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将你的生命献给我们的主吗？让我们用更深的敬拜，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靡，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靡，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神。
美主，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过来舍命，他是完全的人，他是拯救我们的神。然而他为了拯救我们不配的生命，他甘愿受钉在十字架上。在比拉多的面前，他甚至不发一语，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就只为了你跟我。求主怜悯我们，也让我们不要消灭我们心中的感动。当我们有能力为了别人付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认到神为我们的付出，所以我们也甘愿为了别人来付出。因为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无比的恩典与慈爱，我们也愿意更多的将这样的恩典分赐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同事，甚至是我们即使在路上所遇到的陌生人，他都是主所爱的。愿神将这样的信心，将这样的怜悯与爱心存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借着祷告与神有更多的连结，让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透过祷告，我们要透过 RPG 的祷告，要特别来为了我们幸福小组的事工来摆上。求主祝福我们永光教会，求主兴旺我们永光教会，在我们领受神的大使命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神要兴起我们，神要坚固我们的同工，神也特别要将我们的福音分赐给每一个 best， 装备我们的铁三角，装备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开口传扬主福音的时候，主的能力，主的智慧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同时圣灵也要柔软 best 的心，让他们来渴慕神，就像我们渴慕神的福音与恩典一样。这时候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来 RPG 的祷告。我们为了神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为了我们的幸福小组事工传福音的大使命来献上我们的代求。我们也为了我们彼此祷告的同工，求主兴旺，求主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我们祷告的当中，你要兴起我们。主，你必使为我们永光教会众兄弟弟兄姐妹，成为主你谦卑的器皿啊！哈利路亚。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是乐你跟随你。让我们再一次举起我们的双手。
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你使用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愿我们一切颂赞赞美，就像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成为馨香活祭献给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当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大能大力就扶庇着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我们请坐。此时，请我们齐声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章1节到第9节。利未记1章第1节到第9节，请。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吩咐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可以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要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献在会幕的门口，他就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为自己赎罪，就蒙悦纳。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献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他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亚伦祭司的子孙要在坛上生火，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连头和脂肪摆在坛上烧着火的柴上。燔祭牲的内脏与小腿要用水洗净。祭司要把整只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此时我们要请潘牧师来正道分享，他的题目是献祭与神亲密。潘牧师请。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圣殿。可知当我们回到圣殿的时候，你就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比在家里面可能在做忙碌其他的事情，或者是被很沉重的工作、家庭压力那种重担的他留在家里，跟我们来到教会是完全不同的。牧师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承受的一个不同程度的压力，对不对？有没有说我完全没有压力的举手一下？呀，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压力的举手。好，连周牧师都有，我们其他人应该也有。但是神他说，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里面，他必使我们能够得清赏。所以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我就必使你得安息。那是不是说，牧师我等一下可以睡一下觉吗？没关系，你尽管睡只要你的打呼声呢不吵到别人，安全范围。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次呢我们的读经呢已经进入到哪一卷？好，利未记读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忘记了不太容易记，是不是？好，
但是呢，这个利未记我也在想，当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以前在读，我觉得我都跳过去，就把利未记全部都跳过去。后来我越读，我感受到，如果圣经少了利未记，就没有办法说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意义。你阿们吗？所以利未记非常的重要。那一开始的时候，刚刚在读这个9节的经文，所以牧师呢，今天从利未记的第1章开始，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引导，然后让我们进入到利未记的时候，你会越进去越读呢，你会觉得越有味道，越兴趣。OK， 好，那我们来看到刚刚我们的豆豆只是带我们读圣经，那第1节你们读到了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谁的名字出现了？摩西，只有摩西吗？还有谁？耶和华。是摩西对耶和华说话，还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话？好，耶和华对摩西说话，这个停在这里，你知道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话，耶和华呼叫摩西。我们说耶和华呼叫摩西，这个呼叫就是利未记。所以利未记呢，是透过耶和华神对摩西，然后他就叫摩西，然后来就叫惠珍，他就叫至顺，他就叫明皇。是神用这样的一个很亲切的声音呼叫摩西。当他呼叫你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明皇长老，你坐在后面。明皇，你又好，然后接下来呢？主啊，什么事？是不是惠珍？你的回应呢？我在这。好，是，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利未记是神呼叫摩西，并且他呼叫摩西，他有话要说。请问神说的话的内容会不会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我们刚刚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份有极大的改变。这个跟我们在4000年前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你知道吗？谁能够唱歌敬拜？谁能够献祭？只有祭司，也就是说只有牧师呀。是，但是呢，到了现在，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可以在这里主领，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了。这个跟旧约的利未的时代，旧约时代是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因着耶稣，所以我们万民皆祭司。阿们，感谢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会幕。刚刚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读到了几种动物？来，还记得的请说一下，有什么动物？牛，还有呢？好，这里面出现了牛、羊。那这个牛呢，被做了什么事？这个牛发生什么事了？被宰了。好，再来呢？被烧了。还有嘞？被剥皮。还有呢？被切块。哇哦！一只牲畜，一只寄生，然后它被献为祭，它要忍受这么多残忍的一个宰杀在它的生命里边。我们读起来都会觉得利未记的记载好像不太有人性。牧师问你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罗马兵丁有没有人性的对待他？是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旧约在利未记。利未记他们这个时候呢，盖了这个会幕。利未记前面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当他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下，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结束后，进入到利未记的开始。利未记的开始就表示说，他们会幕盖完了。你看他们的会幕，你会不会盖？设计师在这里，哈利，这个对你来讲会不会难？
不会。他说不会哈，我们改天叫他盖一个模型给我看。你知道吗？在这个会幕里边，他要用什么颜色？然后呢，他旁边的那个外院里边，你们仔细看，因为等一下牧师要从这个来开始告诉我们分享这个神所记载的历史。你们看到它边上有什么围起来？它有一个布的围墙，对不对？所以你看围墙外面，你们看到什么？蒙古包，有没有看到很多蒙古包？好，那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然后呢，在旷野上，他们来到西乃山，然后呢，他们住的就是住这个。如果你的话，你想要住吗？住一天还可以。我跟周牧师呢，去找少华，然后他带我们去那个蒙古啊，然后我们睡的这个，哇，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好新鲜哦，好新奇哦，哇，一住进去，晚上所有的虫都跑进来，跑到床上，而且很冷哈，所以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睡觉的啊，他们有火柱哈，所以呢，你看哦，这个会幕是不是在他们的中间？所有的每一个12支派呢，他们都按照顺序，那个顺序是谁给的？耶和华给的。连你坐第一排、第二排都要从耶和华来的吩咐哦，不能够随便乱做哦。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按着神给他们的12支派，所以你看他们在旁边，是不是像在摆夜市乱摆？没有，他们是有次序的排在这个会幕，以会幕为中心。会幕的旁边的那个像是篱笆的那个白色的布墙，为什么用白色？你们知道吗？不是哈利喜欢用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要上帝的指示。神他说要用白色，那个墙把外面的百姓跟里面的会幕做了一个距离，一个隔离。什么意思？在讲从外面要进到里面的必须要圣洁。好，我们看到它有几个入口，只有一个哈，我们看到前面的入口。好，然后进去之后呢，有洗濯盆，然后呢再进去那个就是会幕。所以会幕里边，你看到它有用很多条线绑着，还有它的会幕呢，你看到它上面的那个会幕，那个会幕上面我们看到好像一块布，对不对？其实它里面有几块布，而且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代表。那它几根柱子呢，也都要按照神所说的，多高多宽，上面要什么样的栓子，都要按照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个会幕呢，在这个出埃及之后呢，神指示摩西，摩西呢就叫工人把它弄好了，然后弄好之后，现在我们来到利未记，它落成了，要开始启用。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读利未记，就是进入到会幕已经落成，要开始启用。那你看，一个会幕完成，那里面怎么样去敬拜神，这个重不重要？所以上帝就跟摩西说，我要吩咐你，并且呢，你要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按着我的吩咐来到里面来献祭。所以呢，我们读利未记就明白献祭是为了要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更亲密。好，所以读利未记有什么样的功能？读利未记使我与神更亲密。我们一起来，请。是，这是我们过去呢不怎么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就看到神透过利未记呢，他要让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好，那我们来看到，到底这个会幕建造之后，然后怎么样透过那个祭物能够呈现我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会幕你知道它是一个硬体，但是呢，现在要告诉他们怎么样献祭，就是软体。永光教会在22年前这边建造好之后，硬体好了，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进来的人，然后呢，牧师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意向？进来的人如何彼此的相爱，如何透过牧师所领受的意向，我们在圣灵里面彼此的交接，彼此的相爱，然后在这里面如何被装备，弟兄姐妹如何彼此的服侍，如何敬畏神，在神的话语上面如何来读神的话语，如何祷告，如何让这个教会不只是外表很好看，更重要的是这个教会人越来越复兴，阿们。我们的家越来越喜乐，阿们。更重要的是软体的部分，所以利未记在讲的就是软体人跟神的部分，阿们吗？好，所以呢，我们将有一个概念了。那百姓呢，为什么要来献祭？献祭是为了要亲近神。我们都以为献祭呢，就是把这一只牛献给神啊，因为神需要，我就随随便便把这一只牛献给神，把这一只羊献给神，完全不对。不是神需要你的牛、你的羊，而是因为你的罪。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所有百姓呢就进入到一个原罪里边，所以人就离弃了神。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埃及，你知道他们过了是什么样的生活？以色列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把埃及的他们的神明的崇拜完全成为以色列人的文化，所以他们在崇拜上面也非常的淫乱。如今他们离开了埃及，上帝让他们转移，然后来到新的地方，来到西乃山下。在那里，既然你们有一个新的建筑物，是一个会幕，那么这会幕表达很清楚，就是神降临并且同在的地方。所以神他透过这个会幕，然后他降临在里面，他就跟摩西说话。当他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摩西就把他领受到的颁布给以色列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你觉得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心意是如何？上帝有没有很爱他们？上帝非常爱他们，而神特别拣选了以色列百姓。那在这里就让牧师想到，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拣选我们如同新以色列人一样。你觉得耶稣非常爱你的，神非常恩待你的，你大声说阿们，哈利路亚。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在建立关系上，他们心里面的一种的渴慕。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犯了罪，他们犯的罪常常是拜偶像神明，拜女神，甚至呢是把自己的孩子女儿献祭给他们的神明。这些带着很多非常让耶和华上帝不喜悦的这种的礼仪传统民间的习惯，他们来到会幕的时候，西乃山下，神说这些我都不要，我要你们重新与我有一个新的关系，是你们成为我的儿女，成为我的百姓，要用新的方式，并且单单敬拜我。所以呢，神就跟他们指示说，你现在你要抓一只带你自己所养的公牛，然后呢来到会幕，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会幕，请问我们现在呢还可以献公牛吗？家里面有没有养牛？以前你的家有养牛的举手一下。养牛周牧师以前他有养牛过，放牛的孩子。放牛的孩子有什么怪怪的那是放羊的孩子有放羊的举手。只有我一个。以前我牧过羊你牧过牛，我牧过羊。我牧过羊，不过我是骑着羊玩了这不 OK。好，那以前呢是没有那个金币的那个钱币的一个交易，所以呢很多都是用他能够他自己所拥有的。那当然就是
自己蓄养的这些的牲畜。所以呢，牛跟羊，请问牛大还是羊大？哦，那这样大小有没有关系？好，百姓呢就带着牲畜来到神的面前，祭祀这位神，敬拜这位神。而我们知道，当他献祭的时候，表达的就是他要亲近神。我们说亲近神。好，所以是当我们把羊把牛带到神面前，是神喜欢吃他的肉吗？有其他的不是基督徒，他就故意嘲讽说因为你们的上帝很喜欢吃羊排吃牛排，所以呢要他们献羊肉献牛。不对的神他完全不吃我们的牛排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上帝他呼叫摩西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来向我们来公布。是，所以呢，上帝透过摩西，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向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还要透过摩西，他不直接向以色列百姓说？因为这个正在告诉我们，在之后也需要有一个中保，就是中介人、中间人。所以呢，到了4000年后，我们的现在有没有谁成为我们的中保？耶稣，耶稣就成为。所以你看，在耶稣他出生，然后呢，他之前旧约已经都慢慢的、隐约的在指示，这都是为耶稣而彰显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人跟神中间要有一个中保的时候，也代表着我们与神之间需要有一个中保。好，我们来看，所以呢，当献祭呢，就是在重新说明你跟神的关系，透过献祭来表达那个亲密。所以就有人在说，我干嘛要献祭？我心里面悔改就好了。在旧约的时代，献祭是你的行动、你的真诚、你敬畏的心。所以呢，每一个知道他是有罪的，所以他都会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悔改，如果不从这个祭物来得着赦免的话，接下来他就不会六畜兴旺。所以你知道吗？在过去的以色列百姓，过去传统的这些的民族当中，他们呢都是靠天生活，所以他们对于敬拜这位神，他们是非常在乎的。只不过这么多的民族在崇拜神明、祭拜神明，只有以色列人的对象是耶和华上帝，只有以色列人的对象是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这个要非常清楚。所以呢，这个中保现在所指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在这里保罗他说，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了你舍了他自己生命，他成为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然后献给神。是你献给神，还是耶稣基督献给神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给神。所以耶稣呢，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这是什么路呢？这是圣洁的路，也就是你不用再像过去那样，每一次都要牵着一只牛、一只羊来献给神，不用，因为每一次献不是只有献一次。你呢，犯罪的时候你就要去献祭，你犯罪的时候就要去献祭。然而，从新约开始，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而你知道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会幕里边有一个布幕有一个布幔，那个布幔呢，就是外面的祭司他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好，至圣所是在最里面，那祭司呢只能够在这个圣所，所以呢，他这边呢有一个布幕，谁可以进来？大祭司，而且呢不是天天可以进来的，1年1次呀，所以他就要进到里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呢有基路伯，2只基路伯，然后约柜的里面呢放了什么？法版，摩西的那2个法版，还有亚伦的发芽的杖，还有金罐子，金罐子里面放的是玛纳，那个就是约柜，那是神降临同在的地方，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进来到里面。
那你要点灯啊，就是在外面。是，所以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你看我们现在都可以来到圣殿里面，对不对？这是至圣所，所以呢，每一个都是祭司，你可以直接与神对话，可以直接祷告，所以跟天主教也很大的不同。天主教呢，他们呢要透过告解，然后请谁帮他们告解？请神父。那我们呢？你们要不要请牧师？才可以悔改认罪，请牧师帮你们祷告才可以悔改认罪？不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不对？这就是又新又活的路。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跟我们说，当我们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身上他的鞭伤刑罚，被整个他的肌肉被打得破烂，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并且呢亲近耶稣，我们只要坦然无惧。这个经文让我们来念，来，请。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呢已经信了主，然后受了洗，可是呢他心里面总是觉得他的罪好多，洗不完，所以一直在一种很沉重的压力里面。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你，耶稣为你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不是洗过去的罪，而是全部跟包括你未来的罪，耶稣都为你洗净。耶稣也不会去翻旧账，你那一个罪怎么样，然后你现在的罪又怎么样。耶稣一次的洗就是全备的福音，所以你不要再把你自己里面所想的那些你觉得不够好的事情往自己内里压抑，那不是从耶稣来的。我跟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你是听了魔鬼的话，因为魔鬼最喜欢控诉我们，魔鬼也喜欢清算我们的罪。但是耶稣他说，上帝他说，透过耶稣钉十字架，我看到耶稣所流出的宝血，而他已经代赎了，已经为我们的罪买单了。所以耶稣在看我们的时候，神看我们的时候，就如同他看到耶稣已经为这个罪被钉十字架，他的身体破碎，你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是被耶稣所流出来的宝血洁净的，那个血是有生命。所以除非你不相信耶稣为你流出宝血，所以你还一直在那边觉得我犯罪很多，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资格去参加教会的礼拜，我看这是借口。所以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已经完全得救。所以呢，你坦然无惧的来到教会，来到小组，没有人会定罪你，因为那不是出于耶稣的。耶稣既然说你已经得称义，因信称义，那你就是义人。别人说你怎么样，别人定义你一点都不重要，耶稣定义我们才是关键。阿们吗？哈利路亚。所以呢，这是耶稣他要告诉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完全被看为是义人，就是好人。好，那我们刚刚看了献祭的部分，献祭呢，它有这一些的程序，有这些的流程。那到底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这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在我们里边？好，首先牧师要来问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礼拜天都要回来教会礼拜？前不久有一个没有信主的年长者，他跟他的儿女说，你们为什么那么麻烦，礼拜天都要回去教会，还要奉献？所以呢，他就跟他的不用去了，也不用去奉献。好，牧师要问你们，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为什么礼拜天你要回到教会，回到圣殿敬拜上帝？为什么嘞？跟旁边人来，两个人讨论一下。你把你的想法
也许你可以启发他。为什么要回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礼拜天，而且是每个礼拜。好 ，OK。好，来，我来 Q 一个人好了。朱大哥在吗？啊，朱大哥来，你站起来说一下，好，给你10秒钟而已，来，开始沙漏，好，开始。为什么？哦，好，答案简单扼要，宜林，柳宜林，好多宜林，我们叫柳宜林，来，宜林。哦，好 ，OK， 很棒。来，我来请一下青少年。好，来，永新，好，快点，10秒钟开始。啊，后面有听到吗？平常呢，你在家你就可以独自敬拜神，可是礼拜天呢，是神给我们很好一个团聚的日子，是不是？好呀，好，每一个人的解释是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神为什么要设教会？我们要思想，因为教会就是过去的会幕的一个延伸。如果没有会幕，人就忘记上帝；如果没有教会，人就忘记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呢，人就会陷入到罪恶里边。所以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设立了教会，让所有的百姓，并且是有人愿意献祭，那表示说出于你甘心乐意，不是被迫的。所以来到教会主日，这个耶稣复活的第一日，神他说我要祝福这一天。礼拜一、礼拜六，你的工作，神当然祝福你，但是神特别祝福这一天。所以这一天，请问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神要祝福的是祝福这一天，并且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圣殿敬拜神？因为神要我们跟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来到圣殿乃是随时提醒我们，就像那个利未记的献祭物一样，他保持圣洁，他跟神保持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你看，如果这个礼拜、下个礼拜超过3个礼拜没有来的小组员，你想一下，你的小组员有谁没有来参加主日礼拜？小组长铁三角有没有回来参加礼拜？因为你参加这个主日礼拜，非常关键的是，你来到这里，你与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祭司，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荣光。所以呢，你不能够躲在家里面，你躲在家里面，没有其他弟兄姐妹的荣光与你同在。所以你要来到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同信耶稣的肢体，因此我们在这里，大家就彼此的相交，然后连结，并且呢，就带下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圣灵他运行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回到圣殿，就如同回到会幕里边，用一个圣洁的心来敬拜这一位神。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一定要分别为圣，来到教会参加主日的礼拜。而主日参加主日礼拜的人有什么价值？当他看见神是伟大的，而我是神所创造的，我也是伟大的，我也是重要的，我也是有价值的，你就会认真敬拜这一位神。当你礼拜天有来也好，没来也好，我也去做其他的事情，那表示了我们对这位神的不看重。你对神，你如何看他为贵重，你如何尊重神，就表达我们在主日的敬拜的态度。阿们吗？这是息息相关的，这是神透过他的灵告知我们，我们与神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奥秘在这个里边。所以礼拜天回来敬拜，回来奉献，
就是跟耶稣基督的圣洁再一次的连结。所以你看一下，如果他已经没有来礼拜的，你看一下他的生活，他整个的生命的状况，他的家庭的状况，你回想一下你的主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教会，因为神会医治你。当你回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当作献祭，你把你自己当作祭物带到教会来的时候，神就说：“我悦纳你，你就成为那个馨香的祭物一样。”好，刚刚呢，他说圣经里面他说拿供物，那个供物就是牛，对不对？什么叫供物？供物呢，在原文里边，我们看的就是这两个字，中文供物，那就是祭物，不是吗？你知道吗？这个供物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祭物，但是呢，这个祭物是要靠近神的。那个祭物呢，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祭物哦，你自己带着，然后呢，亲自来靠近神，不是托给人，是自己，所以才叫供物。好，供物有这样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原意，所以呢，你自己奉献的时候，是不是叫你婆婆、叫你公公、叫你爸爸帮你拿去？不是，是你自己，因为你在奉献的时候，也表达我自己献为祭，所以我们就成为圣洁的供物。而刚刚圣经里面他说，那个供物要怎么样？那个祭物要怎么样？没有残缺耶。请问没有残缺，我们在座的，如果我们成为这个时代，我们成为祭物，请问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疾病在你的身上？你是完全没有疾病的，举手一下。近视也算是病的一种，哈，近视，哈，还有什么？敏感、过敏也是啊。所以纵观起来，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他要求说无残缺的。那一只牛，你这个主人，你自己犯罪，然后你抓了一只牛要来献祭，你这一只牛你要选那个无残缺的，不能够少一根指头、少个蹄的，也不能够他的耳朵缺一角的。很多人呢，他就想反正这一只人卖掉了也没卖多少钱因为长得比较丑我就把它拿来献给神这就是人常常有的态度。然而耶和华要将他们分别为圣，他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圣洁的，我是最棒的神，我跟其他的神明比较起来，我才是真正你们的神。所以耶和华他要求他们要带着一个无残缺的羊。那个无残缺表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来礼拜，你要献祭，当你奉献，你拿出金钱要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的动机都是要纯正。好，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没有恶念。我来教会来敬拜来奉献，我奉献了100块，我不是跟神说，神啊，那你要还给我1万块，然后让我中乐透。不是的，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动机，所以我们的心要纯正，就是无残缺。请问你可以无残缺的，请举手一下。其他的人，你们动机都不太正确吗？再一次，你的动机是正确的，你愿意带着正确的动机来敬拜神、来奉献的，举手一下。看一下旁边的人好不好？如果没有举手，你跟牧师说，我结束后我要为他单独来服侍祷告，很重要哦。是，好，再来，这一只牛要被宰杀，请问他被宰杀，这只牛他是出于甘心乐意，所以你来到教会，你一定要甘心乐意，知道？所以如果你有不甘心乐意怎么办？你不甘心乐意你怎么办？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是，为什么我不甘心乐意呢？耶稣基督都为我钉十字架了，是，所以这个也在代表着我们的心，我们要甘心乐意。所以那一只羊他愿意，那一只牛他愿意被宰杀，因为他甘心乐意。好，然后呢，你知道吗？在我们现在的民间的习俗里边，你们有没有看到有在法会或祭拜的时候，
祭拜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在骑楼，然后看到有时候商店他们会拜拜，桌上会摆什么贡品？摆什么？牲畜的部分，有猫跟狗吗？哎，奇怪，猫跟狗为什么不能祭拜？哈哈，好，这个不在神的吩咐当中。好，你们有看到什么呢？鸡，还有呢？鱼，然后呢，再来呢？猪呢，在旧约里边它是不能献祭的哈。好，那我们常常看到在法会里边，哇，那个法会呢摆了很多的祭坛，然后呢，特别呢有一个桌子呢，一个供桌呢，上面摆了一只非常肥的猪，它是活的还是死的？然后这只猪呢，你们看到它的嘴巴吃了什么东西？橘子，台语叫嘎嘛。所以呢，在台湾我们的民间习俗里面呢，就抓了这一只猪，你当作来替我赎罪。主人犯罪，人犯罪，叫猪来替他死。而这只猪呢，你知道它是被养来当祭物的，所以要把它养得很肥。刚刚圣经里边讲的公牛，它都是专门被养来献祭的。好，所以呢，我们还记得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爸爸很高兴，对不对？然后爸爸呢，就叫他的仆人抓了什么？一只羊，然后呢，宰杀。所以呢，你知道那只羊是最肥的，所以他哥哥就很嫉妒。因为那只羊是专门养来要献祭的，而且要把它美装得很好，然后呢，它的各部的皮肤各方面通通要完美无缺，才能当祭物。也因为这一只羊是完美的，所以呢，他的哥哥就嫉妒，爸爸比较爱弟弟，没有爱我。他的心理不平衡，他玻璃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羊跟牛都是特别要养来献祭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这个猪它嘴巴呢咬了一个橘子，所以呢，我们就给它灌注于说，这个肥猪啊，你很甘心的为我死，然后让神明欢喜，然后就我的罪就被赦免了。所以这是现在的人他们用祭拜的方式。那我们就看，原来在旧约时代就有这样用羊、用牛来祭拜神。好，他说要被剥皮，为什么动物要被剥皮？因为很多的这些的主人，他呢表面上把这个祭物献给神，然后呢，他好像感觉他很信靠敬畏这个神，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外表。所以这个动物呢，这个寄生呢，它要剥掉皮，乃是指的就是我们要拿掉那个伪装的外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伪装的外表？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有一个伪装的外表，好像平常你们都觉得我很好，其实我心里面我很闷的，我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伪装，而且呢，神他说这只牲畜呢还要被切成块。切成块是骰子牛吗？骰子牛，所以要被切成块。这个表达的就是我们人要破碎自我。所以当你呢出去牛排馆吃骰子牛的时候，你就要看到，就如同你自己一样，我也要如此常常破碎我自己。耶稣有没有为我们破碎他自己？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牛呢就被全然的献上，不要为自己讨什么好处。常常我来这个服事，我来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我在外面做，我们常常动机不够纯正，我们会想这个我有没有沾到好处？他说这只羊这只牛被全然献上，完全的献上，没有给自己留点什么好处。再来他说内脏，那个牛的内脏要用水洗耶。为什么？表达人的内心要被圣灵的活水来清洁，来洁净。若不然，我们看不到你内心到底怎么样。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又不太好，
所以呢，神他说我们的内心也要被洁净。再来，腿代表的就是你外在的行为举止，也要常常被水来洁净。这个水就代表着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牛羊雏鸽3种的献祭，它代表的是当时不同的经济状况的献祭。是，所以牧师要问你，以你的经济，你可以献牛的举手。好，其他的没有举手，你们都是献雏鸽吗？好，比较好收入的，他是献牛；中等家庭的献羊，然后家里面养不起牛、养不起羊的，就用鸽子或者是斑鸠。鸽子跟斑鸠是怎么样呢？鸽子、斑鸠，那个雏鸽，你知道那个斑鸠就不是自己养的，它在田野上飞来飞去。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力自己养牛跟羊，那呢你就去抓鸟，然后呢抓一只斑鸠，然后呢就献给了神。神有没有喜悦？是。然而这是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经济的状况，代表着即便再穷的人也不会连一只鸟都没有，都献不上。也就是说，神给人的一个最低的程度，你不会没有能力献祭，因为神都为你预备好了飞鸟，你只要去抓，你就可以献祭了。是。然而在这个里面呢，也在告诉我们，究竟你对这一位神给你的恩，你是用神给我的恩典呢很少，所以我就献雏鸽就好了，还是你对神是有信心的？神今天给我1个月赚3万块，我仍然十一奉献3000元，因为神给我的是牛的恩典。阿们。所以你对于你的奉献，你是雏鸽的心态，那个穷人的心态，还是你是以一个富足的心态来看神，献给神？你知道吗？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祭物代表他自己，所以当他献牛的时候，他就看自己，我就是有牛的价值，我渴慕这一位神，好像一个巨大的赦免一样，如同这个牛的体重一样。但是有一些人，他比较穷困的，他献雏鸽、献斑鸠，神有没有悦纳？因为他的经济就是这样。是，所以在圣经里面那个寡妇，她献了两银钱，2银钱不是她的鸽子，不是她的斑鸠哦，不是她的斑鸠的经济程度哦，2个银钱是她的牛上加牛啊！你看，2个银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2个银子？你有没有超过2银子的神给你的供应？是。所以你想一下，你现在献给神的是牛，还是羊，还是只是鸽子？我就随便抽100块、10块丢进去，那你的价值，你的贵重就如同那个10块钱，如同那100块钱。是，所以透过这个牛、羊、鸽子，神在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看重的程度是如何。因为这祭物、这金钱表现出你自己贵重的程度。感谢主，让我们明白奉献不是施舍给主。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奉献我施舍。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今天我可以有健康、有能力，还有工作的机会，我可以赚钱。所以我要把我对神的感恩，耶稣对我的赦罪，我要用金钱表达，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救赎我，我这么的贵重，所以我也献上一个贵重的金钱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奉献的态度要非常的慎重，并且是带着感恩的。所以呢，穷人他可以献斑鸠，告诉我们，不论你的经济非常非常的不好，然而神他说，我都会让你有献祭的机会，我必为你预备。神他也必为你预备奉献的需要。阿们吗？所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们不会穷到献斑鸠。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祝福你可以献10头牛。主任长老，你觉得你的能力可以献几头牛？
20头，阿们，掌声。20头多少钱？20头牛多少钱？价值多少钱？200万哦。20头有200万吗？一头10万吗？周牧师，你以前有养牛，一头牛价值多少钱？以前大概5、6万。哦，以前5、6万。那现在不就50万哦？哇，那你说20头，1000万啊！我跟你说，主恩长老他不是乱喊的，他现在正在做信心的宣告。哈利路亚！你要献20头牛的，你渴慕神给你有这样的恩典，经济的丰盛、富足的，你举你的手说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每一次呢，我去领钱呢，你知道吗？我去领钱呢，我领钱都是为了要奉献。每一次牧师呢去那个 ATM 那边领钱呢，都是为了要奉献。后来我说，结果我领钱怎么不是为了要买什么？都是为了要奉献。哇，我的心里面就说，哇，这很奇妙，让我的心里面感，我的生命不断的每一天，然后呢，时时刻刻都在奉献，时时刻刻都在奉献，不是只有金钱，连敬拜、祷告也是。所以我们有 RPG， 有导读，对不对？那也是你的敬拜，奉献就是敬拜之一。所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恭喜你常常进入敬拜的祭坛。是，所以我们有一些人的能力只能够献斑鸠，但是我们不要降低我们自己的恩典恩赐。神给我们有献羊献牛的能力，你不要把自己搞到是献那个雏鸽。神看你为贵重，你的生命、你的价值是贵重的。所以呢，神他要我们祭物都是其次，很重要的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并且是顺服神的旨意。阿们吗？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呢，他为这个教会，好，我们譬如说这个教会，我们是盖了6500万，是哇，很多教会他们都有很有钱的企业家在他们的教会，一奉献就是3000万，哇，大家觉得很好，对不对？但是倘若他奉献了3000万，可是呢，他一直觉得教会哪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那个长老不好，牧师也不好，请问教会没有和谐，这个奉献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祭吗？可能是要给大家看的。所以我们献祭的态度，我们奉献的态度是要给神看的。因此呢，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听命顺从，是，所以更重要的是顺服听命，然后顺从神。好，所以呢，我们奉献的时候要带着贴近神、靠近神跟感恩的态度献上。在我们的每一次的礼拜，我们都会诗会有念会带我们奉献，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情？哇，开始奉献了，休息时间，赶快跟旁边人讲一下话，然后赶快滑手机啊，滑手机。有这样子奉献的时候，你有在滑手机的，来举手一下。哎呦，都没有感谢主呀。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奉献的时刻，就是我们的诗会，然后他讲出来之后，我们的诗献他们就像祭司一样，祭司他就把奉献袋拿到你的身旁，这个代表的是什么？祭司他把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动的靠近你，然后呢，让你可以贴切的把你的金钱献上，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连结。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说，可以用网络啦，可以用网络奉献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时代的需要。但是你知道吗？神要我们是来到圣殿，然后你亲自把钱、把你的心意献上，人道才够意思。这是在旧约时代神就教导我们的。是，所以呢，当我们的诗会他把这句话来，诗会来，我们来请诗会念一下，你们会吗？来，我们来念看看，来，请。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台施会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旧约这样的一个献祭的态度来的。而且我们会唱诗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常常都是只有乐团在唱，我们其他的人，你们在默祷吗？很好，我们会唱诗歌。因为呢，你知道在献祭旧约他们献祭的时候呢，祭司呢就会念一段宣告文呀。而我们现在呢，祭司不用念宣告文，那我们就用唱诗歌代表这个宣告文。阿们吗？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符合在利未记里边神所教导给我们的。好，所以呢，当我们不管你是献祭物，或者是这个世代献金钱，都是要帮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跟他有一个圣洁的亲密关系。我们说圣洁的亲密关系。所以你等一下，你如果察觉到啊，我这个奉献表达是我与耶稣，我谢谢耶稣为我献上，然后呢，我把这个金钱表达我愿意承认我的罪，耶稣已经为我担当。我把这个金钱放下去的时候，这个金钱的贵重就如同你自己，你放多少，你的贵重就如此呀。这是指的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哦。好，所以呢，神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因为神他说，当你奉献的时候，神加给你的福，加给你的富足，并不加上。阿们，感谢主。我们在在这一个礼拜，昨天新闻有报道教宗，对不对？教宗伯格路他是天主教第266任哦，哇！那他昨天的告别式里面，让人感到非常的心里面有一份的感动，出自于这个教宗方济各呢，他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在他的故事里边，他13岁的时候，你知道他13岁的时候，他过一个很过去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简朴的一个环境。他的爸爸呢，就带他去一个制造袜子的工厂，13岁就在制造袜子的工厂当清洁工。17岁的时候，他在夜总会里边，在那里做什么？也在那里做清洁工。是，他现在已经成为教宗，非常的有名望。他的坐车一定是有防弹玻璃。当这一些的信徒们想要跟他打招呼，然后呢，想要跟他挥挥手的时候，他被关在里边。他说：“我被关在里面，就像那个沙丁鱼罐头里面。”所以他就跟人家说：“那个防弹玻璃不需要，就打开，因为他想要跟外面的人有很棒的一种的亲切的关系。”是他在这一次他的过世，他自己留下了一个遗嘱。是他说他不要葬在圣彼得大教堂。我们2年前，我跟周牧师呢，我们去到圣彼得大教堂，金碧辉煌，彼得也葬在那里。是所有每一个教宗都希望可以安息在那里，但是这一次这个教宗他说他只要葬在那个圣母大殿，是在另外一个教堂里边。在复活节之前，教宗他就说，他人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涵盖了一切的真理。耶稣基督复活了，涵盖了一切的真理。人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生命。这是他在复活前里边，然后他所说的话，并且他说他一辈子祷告，每一天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幽默的人。”很奇妙，对不对？他的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是，所以我们看到他如此的亲和。然而他说，基督的复活，一切的真理都在耶稣的复活上已经说明了，也说明了你的生命是进入到永恒，而不是为了死亡。阿们吗？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他献祭，他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这种谦卑的样式。是，
这位教宗方济各，他将自己献上，是，所以我们学习在他学习耶稣那简朴，还有那仁慈，那亲和力，阿们吗？每一个你都是祭司，并且牧师说，神加在你身上的福，当你献祭，你礼拜天来到教会奉献，你就是与神亲密，阿们。献祭让我与神亲密，我们一起说。是，所以利未记把我们带入到与神更明白神、更清楚神的一个关系上。恭喜你，透过读利未记，你会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并且是永恒恩典之主。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在这一首诗歌让君王降临，他告诉我们，我们举手，高举我们的手。弟兄姐妹，你的手可以举超过你的头吗？来试试看，来试试看，你的手可以高举超过你的头吗？哈利路亚！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你的手就高举超过你的头。我觉得对你的肌肉也有很大的运动作用。再者，就是因为当我们高举我们的手，你举多高，你的神就多高。阿们！我们把荣耀献给他，一同起立。我们进入到灵里面去遇见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像那祭物一样，破碎自己。圣洁耶稣，将我们的手举起，耶稣就在你的眼前，耶稣正看着你，对他所献上的敬拜。我们来举手献祭。如果只有在这里，可能你只是献那个除歌的那个心态。是我们把我们的手高高举起，我就是那个可以献公牛的。哈利路亚！青少年，把你的手举超过你的头。哈利路亚！是，这是我们的态度，也是神要给你祝福的应许。一起来。越谦卑的时候，我们的手就越高，因为我不配，只有耶稣，你能够。我们宣告哈利路亚，我们焕然献祭，你就是我的王。我把我的心，把我的全人都归给你。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乐山
在歌词里面说，我们要高举主的名，要更多来呼喊他，因为神才是独一尊贵圣洁的，神他是伟大的。然而我们却敬拜地上的神，敬拜地上的偶像，胜过了我们对神的尊崇。我们有没有承认这个罪？我们对影星的呼喊，我们崇拜明星。神他说，我要把我的荣耀夺回。阿们吗？阿们。我们不能够把眼睛定睛在这世界上的影星。我们的影星是谁？我们的明星是耶稣基督。阿们吗？我们再一次举起我们的高手，高举我们的双手，把这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是我们高举神的名，唯有你配得。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一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显然献祭，用爱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的小组长准备站到走道，小组长站到走道，我们要来服侍。和善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好，请把我们的手放下来，小组长举手。好，我们请副小也出来，副小组长也出来。我们站到两旁的走道上。弟兄姐妹，牧师要问你，过去你用什么样的心来献上你的时间，献上你的服事，献上你的金钱？你是否有抱怨过，我这样奉献，神没有祝福我更多，我献了那么多的时间给神，神没有祝福我的孩子考到更好的学校？我们是否对于我们过去的奉献服事有质疑，有抱怨过？在这个时候，牧师要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前，是我们要为这个来做悔改的认罪。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奉献金钱，我们可以奉献时间体力，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拿掉那所有的抱怨。阿们吗？阿们。我们把我们过去有曾经这样抱怨过的，甚至你也抱怨其他的家人，你有这样的一个抱怨的过犯的，都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哈利路亚。好，现在请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你就轻轻的按手在他的身上，一个大概10秒钟来为他服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小组长开始服侍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胸口，你要深信，神要挪去你所有抱怨的心，神要使你充满了那个乐意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的。哈利路亚。小组长、副小组为你的服侍，你就接受。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焕然献祭，神除去我们那抱怨的心。待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着你。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罪来祷告。有隐藏的罪，有显明的罪，有人家知道的罪。你可能跟人的关系不好，跟你的父母亲曾经吵架过，你可能对你的弟兄姐妹有不满，可能有彼此伤害过，家庭一片混乱，包括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因为我们得不着健康，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有忧虑。我们所得罪神的、得罪人的，就如同利未记一样，我们不用牵牛牵羊，如今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说：耶稣基督，你饶恕我。我在这个礼拜，
我在过去仍然不断的在一个错误的行为跟心思意念当中。弟兄姐妹，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奉献的时候就是一个圣洁的你。因此这个时刻是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每一个人都把手举起来。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来认罪。我们的小组长来服侍他们，来，哈利路亚！小组长来服侍他们，你自己也开口来祷告，是，哈利路亚！小组长到走道上来，副小组长也出来，副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感谢主，是神，谢谢你。好，我们不要只有服侍你的弟兄，你也要服侍别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让你服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当我们按手的时候，就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哈利路亚。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服侍组长，继续来服侍，哈利路亚。君王就在这里，不能浑然显奇，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着你，歌声能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旧约时候的祭物，而主你是神，你亲自这么贵重的你，为了我们这些如同尘土卑微的人，你牺牲了生命。主啊，你的鞭伤，你的刑罚就如同承受旧约的那个祭物的刑罚一样。那鞭伤刑罚本该在我们这有罪的人身上，但是耶稣你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我们复活了。如今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已经更新了，我们已经复活了。过去的罪，主你说你要将我们的罪钱投在那诸水之中。谢谢主，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当我们举手承认我们罪的时候，你再一次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和谐，跟儿女有吵架，我们常常不能够沟通，常常不能够享受那真正属神的兴盛的喜乐。主啊，求你再一次把那家庭兴盛和睦的喜乐、沟通的恩典放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这些的青少年
我们的儿童牧区，他们将来都要成为这家庭所祝福的管道。他们懂事，他们能够自我管理，他们能够体贴父母，他们知道要敬拜神，成为他们永恒的盼望。主啊，你把这一切的美好加在我们的后代的身上。主，你要祝福所有的家长，这一些的父母阿公阿嬷。主，你也要把那属天的恩典加在他们的里面。主啊，叫他们每一天活着都充满了信心、盼望、能力。主，是的，我们有疾病，主，这个时候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不管他是任何的疾病，主，你说医治就必医治，那疾病的灵必离开。主，我奉你的名来宣告，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都要邀请耶稣基督为我们家庭的王。我们必要得胜，我们的关系要恢复，我们的家要充满了富足喜乐。我也为我们在直播上面，不管在国内国外，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想念你们。你们在那里辛苦了，不能够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但是你们在那里的敬拜是美好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同样加在你们的当中。所以透过直播的弟兄姐妹们，牧师也要为你们祝福。耶稣基督已经把那十字架的救恩、洁净、丰盛都加在你的家庭里面了。你在过去一周，你可能有好多心里面想要对神祷告的，也许还没有应许，然而牧师要宣告，你心里面所祷告的，在这一周都要应许。不管是在你的经济上，你的工作关系上面，你在寻找工作，神也要应许你。哈利路亚！主耶稣他已经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彰显他的爱。哈利路亚！我们举手，再一次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用这个诗歌，我们来成就神的应许。我就在这里，我们献祭在他的里面。我来献祭，用来你为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巴沙拉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巴沙拉，你的来是的，哈利路亚，是的，巴沙拉。高神主耶稣，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带着健康，你要相信你的病得医治了。阿们。哈利路亚！你要相信你的情绪都好了。阿们。哈利路亚！医生所定义你的忧郁症，我在这边重新定义。耶稣他说，耶稣说我没有忧郁症，你怎么会有忧郁症？阿们。我有喜乐，你也只有喜乐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耶稣也要跟你说，孩子，不要再为你的家人的问题担忧，你只要祷告，你只要祷告。当你献祭的时候，我就喜悦。阿们，阿们。哈利路亚！神要祝福我们。当我们等一下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司献人员他们会恭敬的把奉献袋拿到你的身旁。奉献是什么？表达你与神的亲近，你的圣洁也表达你的价值。所以你现在来预备一下你奉献的金钱，是不是要有所预备？有所预备，不是随便抽然后就丢进去，不是。我们的态度来改变，态度来改变。阿们吗？阿们。大家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
会众请坐。事工分享，请周牧师一起分享这周的事工。好，来，我们来一起关心我们这周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导读的经文。来，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利未记6章7节这是我们导读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进度会从第5章读到14章，我们一起来跟着大家一起来导读哈。好，谢谢。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五，4月25号，我们到永和国中为考生祷告会，为这些考生将近有200位，那我们大概有30几位的同工去，我们做很棒的这样的服事，这些学生真的是渴慕被祝福哦，所以校长也跟我们说，期待明年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服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能够参与在为这些考生祝福的我们的同工，请我们更多能够在明年我们一起来哈 ，OK， 好，那撼动星球对，我们继续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青少年这样的一个灵命更新的机会，我们继续来祷告哈 ，OK， 好。那今天我们要请这些服事同工的组长，我们要留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来了解我们整个母亲节的这个庆典的活动哈。好，那下主日呢，我们也会请所有桌长一起参与，然后我们下主日在这里留在这里哈，我们有一个祷告的说明会，让我们全部所有参与在服事的都能够先了解那天的服事怎么样合一哈。OK， 好，那5月10号母亲节庆典的这些的有演出的有这所有的这些我们会在礼拜6在我们的主堂这里来做彩排请大家一起来哈，有参与在服事的。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是桌友的第2周哈，所以信务小组第2周，目前我们认领是1212位请我们继续为这些我们认领的来祷告。每一个名单都是代表一个灵魂跟一个家或者一个家族，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全心全意为他们来祷告。也许你要相信，我们每祷告一次，就减少了他被拉扯被阻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参与在我们当中哈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礼拜上个要第2周，请我们来继续关心。好，所以今天副长还是有备课，请我们副长来注意这个时间点。OK， 好，那我们的儿童的夏令营今年很特别，我们要到泰雅尔的司马县部落哈，所以上个礼拜潘牧师有清楚的来跟我们说明请我们这些学生跟家长来注意这件事情。OK 我们来继续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心来代祷哈。淑英姐尤胜弟兄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求主恩待他们让他们身体能够快快的恢复哈。好，今天我们有几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来欢迎他们。OK， 还有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的立青姐被主蒙召回天家了。那在5月6号礼拜2 10点，在第2殡仪馆的至善餐厅要举行告别式。那下个礼拜我们的诗班在第2堂礼拜以后会在这里练诗哈，请我们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他们的家族今天也有在这里哈基正是早上第1堂哈，基甸跟他的孩子妈请他们起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不用拍手哈，我们不用拍手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主来保守整个告别式都能够非常的荣耀神，让他们的家更能够得安慰哈。好，请坐，请坐。OK， 好，我们来欢迎今天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蔡玉春姐妹。
哦，在前面哈，是他儿子带来的，对不对？是第一次来哈，第一次来哦，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永光是充满荣耀跟活力的教会哦，把这个荣耀、青春都带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好，请坐。好，来第二位品质弟兄哦，就是你，OK， 好，他有来过了哈，有来过，我们还是再次欢迎他哈。好，松玉弟兄在哪里呢？哦，在中间戴着帽子，帅帅的哈，所以我们也欢迎他，他是在应行动教会的哈。OK， 好，那帮妹妹找教会吗？是 ，OK， 好，那找对地方了。阿们，这里有神的荣耀，有基督的光哈。好，那我们请这几位新朋友，我们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也介绍我们的教会，好不好？我们的同工要引导你们来到旁边在教室那边，我们一起跟你分享教会的喜乐哈。OK， 好，这时候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大的爱心来，耶稣爱你，跟隔壁分享爱，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更喜乐的爱心来，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领受神的祝福，愿慈悲的上帝，他用爱创造我们，也扶持我们，让我们更多、更喜乐的亲近他。透过敬拜，透过祷告，透过奉献，能够拉近跟主你的距离。所以，愿圣灵引导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每天都活出你的喜乐，并且满溢丰盛的恩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敬拜暂时到这里，请坐。愿神天天引导我们脚步平安。旷野之中